台南的本颜料雕形宫的金狮阵，传承到达有100多年的历史。今年是头一摆参与湘西大典的演出，因伫湘西大典会有7分钟的精彩表演，祈求国泰民安。 拍了弄个脑猜，因当咧拍鼓，准备要拍拳做练习。台湾传统艺定800款，去年国庆大典邀请西港挂乡的3队舞阵，包括保安宫大天府的白鹤阵、西港公主宫甲安南区兴安宫的金狮阵。那今年嘛头一届互邀请上北表演的本颜料雕形宫的金狮阵，对1920年成立到今，传承104档，上起早迎来守护地方，后来煞变成生命的顶头，佮全部1个月就要上场啊！庙方表示，因全庄拢动员起来，一礼拜练4届，真密乱练习。来这里练习金狮阵是要上台北的，练这嘛当做一个运动跟休闲的活动安尼。阮的特色是讲啊，比如讲阮的是有世代传承，阮包括伫老中青，就开始种伫阮的拢是一代过一代，一代传来。本颜料雕形宫的狮头是用下落去做的，在地人拢叫狮祖。庙方讲因开馆到今无咧下馆，平常时狮祖就放伫咧庙方参拜，然后决定加请一只。不过特别的是，这届国庆大典会使一届看到3只狮祖出门的景象。这个狮头表演一般拢是一只狮尔。 一只狮祖咧带尔，这南方的100年有一届机会，所以较有这届参加国庆，较有当安尼有3只狮祖来出门，这是特别非常的难变。金狮阵伫西港挂乡舞阵是黄卡筋系统，每一个卡筋的卡法筋路拢无同的特色，因将要伫后个月国庆带来7分钟的精彩表演，要互全国看到100年金狮阵出庭的威风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